师的女儿、女婿跟孙子，请站起来，让我们鼓掌欢迎。谢谢。那再来，我们欢迎刘建邦牧师的儿子，从马来西亚来的，请站起来，我们欢迎你。主日礼拜，我们大家很高兴在上帝的恩典之下能够来这边敬拜，所以请大家跟左右邻居说：上帝爱你。接下来在关心圣工之前，请我们大家翻开周报的第1页，下面有我们今天的金句。那我来念一遍，会众一起念2遍。哥林多后书第9章第7节，个人要随心所愿，不要为难，不要勉强，因为神爱乐捐的人。大家一起来，哥林多后书9章第7节，个人要随心所愿，不要为难，不要勉强，因为神爱乐捐的人。哥林多后书9章第7节，个人要随心所愿，不要为难，不要勉强，因为神爱乐捐的人。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心圣工。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本周事工。下周是圣月纪念主日，也是爱家主日，爱家团契将于第2堂礼拜中服事。下周举行圣礼典，第2堂有洗礼，以下是目前报名洗礼者，请代祷。8月丰盛人生可以到招待桌或办公室购买。2019与金句有约进入第3季，邀请兄姐参与。以下是国外服务福音队场次，请代祷及奉献。2019服务福音队已圆满结束，本次福音队所定制的 T 恤尚有数件在招待桌义卖，每件250元。8月2号到4号，青少年团契前往茂林教会参加茂林文化体验营。教育馆的景观工程及内部设备装潢的认线项目置于招待桌，欢迎兄姐认线。以下是教育馆新建工程进度，请代祷及奉献。请持续为身体欠安的弟兄姐妹代祷，愿上帝安慰与医治。这边再补充一点，就是在周报那一页，这个有关福音队的 T 恤尚有剩。那因为它有各种不同的尺寸也许会有需要试一下自己的身材。那这个 T 恤可以在我们2楼的办公室购买。那请大家会后如果有需要的话，到2楼办公室来试来购买这样子。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攻读今天的圣经，今天的经文。2个部分，第一个在申命记14章22到29节，第二个在哥林多后书9章6到9节。那第一部分申命记14章22到29节记载在旧约258面，和合本修订版旧约258面。那请大家如果方便的话，可以翻开作为前面的圣经。这个经文今天稍微长一点，那我来念请大家一起来分享。申命记14章22到29节，11奉献的条例，每年你务必从你播种的一切收成，田地所出产的，取1/10献上，要在耶和华你上帝面前，就是他选择那里作为他民居所的地方，
吃你所献1/10的五谷、新酒和新的油，以及牛群、羊群中头生的，好让你天天学习敬畏耶和华你的上帝。24节，当耶和华你的上帝赐福给你的时候，耶和华你上帝选择立他名的地方，若离你太远，路途太长，使你不能把这东西带到那里去，你可以把它换成银子，把银子包起来，拿在手中，往耶和华你上帝所选择的地方去。在那里，你可以随心所欲用银子或牛羊，或买牛羊，或买清酒烈酒，或买任何你心所想的。你和你的全家要在那耶和华你上帝面前吃喝欢乐。27节，住在你城里的利未人，你不可离弃他，因为他在你那里没有分得产业。每3年的最后1年，你要把那1年收成的1/10取出来，积存在你的城中。29节，那没有与你一起分得产业的利未人和城里的寄居者，以及孤儿寡妇，都可以前来吃得饱足，好让耶和华你的上帝在你手里所做的一切事赐福给你。第二个部分在哥林多后书第9章6到9节，在我们圣经和合本修订版新约的部分第279页，279页第6节，还有一点，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个人要随心所愿，不要为难，不要勉强，因为上帝爱乐捐的人。上帝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做各样善事。如经上所记，他施舍救济贫穷，他的义行存到永远。愿上帝的话在我们心中得着光亮。接下来正道11奉献，有请本会许承道牧师。感谢天父上帝，让我们能够在他所定的日子又一起来敬拜。特别在教会里面，我们会看到从很年轻的小朋友一直到年长，我们的长辈，大家一起来敬拜的时候，每个人所带来的心情跟我们所处的那个生命实况都不同。所以我们现在要特别要为我们的一个长辈立信老师来祷告。刚刚我们有听到救护车的声音，他今天一起来敬拜，可是刚刚身体不太舒服。感谢主，现在已经用救护车先送到医院去。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不论我们在什么样的处境，我们深刻经历到你那慈爱永远长存，不会离开我们。谢谢你再一次设立宝座在我们中间，让我们一起来敬拜你，来亲近你，因为你必亲近我们。我们也特别为我们的长辈肢体立信老师献上代祷。主，他照着你所给他的感动，按时到你面前来敬拜，但是他的身体不舒服，这个时候送到医院。我们求主你自己医治的大灵与他同在，让他心里充满主耶稣你所给他的平安，让他能够在医护人员的照顾之下，尽早恢复你所给他的健康。我们要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掌管生命，掌管每一个时刻，也掌管我们的心跟你的连结。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谢谢有许多同工在这个过程中间一起来协助，一起来帮忙。我们知道每一个生命在这个历程中间，不只是领受，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学习付出、学习分享的中间，你领受更多。所以我们要看看我们7月有2场福音队，在这2场福音队，一场是在嘉义布袋新温
一场是在我们士林，我们借用阳明高中的场地。嘉义这一场我们已经连续6年了哈，连续6年。新温国小你不知道听过没有？整个国小学生101个，6个年级，还不是台湾最小的国小哈。台湾最小的国小有6个年级，大概才50个同学而已。那在那个地方，新温国小的对面，那是省道17号，对面就是新温教会。我们过去6年，每一年都有青年同工一起去跟那些小朋友。我们的期待目标是有一天，他们的小朋友，当他读中学、出社会或读大学20岁的时候，他可能到高雄，可能到台中，可能到台北工作，但是他愿意每个礼拜6、礼拜天回家。只要每一年有一个，我们过去这5年6年，只要每一年有一个，在未来他愿意礼拜6回去，然后陪伴他们的弟弟妹妹，社区的弟弟妹妹，然后礼拜天再回到他读书工作的场合，只要1年有一个，那么他就会有3个5个成为当地牧者的一个好同工。否则的话，我们知道在那个地方连新温国中都没有，只有新温国小，读国中就要跑到东石，跑到布袋，跑到新营去了。所以他们的国中生、高中生已经是他们的最大的这个恩典。2019年，我们继续在建堂建人的意向中，许多同工信徒投入在暑期的福音队营会中间。无论是在嘉义布袋新温教会，或是在我们台北士林借用阳明高中，我们撒下许多福音的种子。8月会有马来西亚短宣、韩国文化宣教体验营，还有在茂林教会彼此的合作交流，这一切都要更开阔我们宣教的眼光。特别感谢上帝，教育馆即将在今年下半年，我们可以来进出使用。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当他给我们一个硬体的礼物时，我们更愿意在宣教软体的事工上有所长进。所以我们将会在明年看到另外一种宣教福音营的风貌。盼望每一位弟兄姐妹继续在祷告中为教会的宣教来带祷。我们每个礼拜来的时候，会看到教育馆的风貌有所不同，但是我们更求主帮助我们的，不是因为我们有个教育馆，我们就在这个地方，那定在这个地方，乃是从这个地方能够跟更多需要的地方有所连结。这个礼拜5，我们有一辆游览车，将近40位的弟兄姐妹要到茂林去。茂林是卢凯族，在过去这几年，我们跟茂林教会有伙伴关系。在我们的福音队的时候，他们的小朋友会过来跟我们一起。然后在过去这2、3年，我们的青少期会到茂林卢凯族那边有一个文化的体验营。当人能够愿意踏出自己的时候，自己的领域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这个世界到底有多大。这2个礼拜特别要讲到奉献。上个礼拜讲到管家结束了以后，碰到2个姐妹跟我讲，有一个姐妹是跟我讲说，牧师，你说的那个铜板的比喻太有意思了，你还记得我上个礼拜说铜板是什么吗？另外一个竟然跟我说，牧师，你不知道我们现在只有2点几 K 吗？还要11啊！这是有一个弟兄说的哈，他说真的还要11吗？有奉献就不错了，还要11吗？我钱都没够用，那有可能够11呢？连到了月底的时候都要赶快说 help 帮忙我，那个账单一大堆，不知道怎么付钱，而且很多都是先刷卡后付钱呐，到后来都被钱追着跑哈。这是一个大的功课。10年前这个纪录片出来的时候，带给我们许许多多人的震撼。卢贝松他拍的这个纪录片
那当然，这个纪录片蛮长的，它从很多的角度让我们看到这个地球。不过，我觉得里面有一句话特别提醒我们，他说：“地球存在是一个奇迹。”你看，这个宇宙有那么多的星球，宇宙那么多的星球，多到数不清楚，然后就只有这个小地球，这么小的一个地球里面，竟然有这些生命，那是一个奇迹，你没办法想象。用人有限的思考、科学，你再怎么样的去想都没办法想象说，一个这么小的地球里面竟然会有那么多的生命。而那里面有一句话说，在这个地球上面的人类生命，它是一种奥秘，它连奇迹都没办法解释。人的存在，生命的存在是一种奥秘。怎么的出生？在这个世界上走一遭，到底往哪里去？你每一天、每一个时刻、每一分秒在经历的，你到底怎么样去跟自己对话？如果生命是一个奥秘，如何跟我来的地方对话？就好像我们现在离开家了以后，我们都会每一天固定时间打电话回家。今天太方便了，有人出国读书，有人出外旅游，我们会约个时间跟家人通个电话。但是我们来到了这个地球，我们到底要跟哪里通话？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底要跟生命的源头哪里对话呢？所以，这个 Home， 这个抢救地球呢，它让我们看到诗篇139篇14节，我们一起来念：来，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生知道的。这个作者看到自己生命受造奇妙，他知道自己是受造的，而不是莫名其妙跑出来。不同的文化会有不同的产生，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产生。在台湾有时候我们会看到有一些孩子他长大的过程会怀疑我是不是爸爸妈妈生的，对不对？然后就会讲说，我到底是不是被人家捡回来的会不会是石头蹦出来的？2个礼拜前去马来西亚，原来他们的文化也跟我们一样。听到一个弟兄说：“哦，那在我们这边讲说，我是不是垃圾堆捡回来的就会有很多不同的文化。然后呢，你如果去日本，就会说，那是不是从桃子里面蹦出来的？所以那个叫桃太郎不同的文化都会去对生命产生一个疑惑：我从哪里来？爸爸妈妈生我不算。那根本不算，他们还不了解的时候就生我了，对不对？他们还不了解的时候就生我，我还没有意识，还没有了解就被生出来了。所以受造奇妙可畏，知道有个造物主，有个生命的创造主，有个主。这是人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呀。所以每一个礼拜，当我们来敬拜的时候，我们要求这位造物主。在敬拜的中间，无论是借着诗歌，借着上帝他的话语，借着祷告，他跟我们再次的连结，让我们能够再次寻求他，更深的跟他有认识。这是我们在每一个礼拜敬拜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就好像我们回应在创世纪所说的，上帝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来造人，照我们的样式来造人，使他们管理。所以我们受造在这个世界上有个非常重要的恩典跟使命，就是管理。这是一个任务，但是它也是一个恩典，让我们的生命的过程非常丰富。有使命，有恩典，这样的话我们会向前来迈进。如果这样的话，上礼拜我们特别提醒，我们每个人都是管家，我们不是老板，不是头家，不是东家。咱大家拢是管家啦，咱有一个主人，有一个头家给咱交代。然后呢，我们领受了一个部分，领受了这个部分，我们如何给它发挥效果出来？因此呢，我们今天从管家的概念，如果你有管家的概念的话，你才能够深刻体会到我如何来管理这些。有管家的概念的时候，才知道我有一天要交账。就像马太福音25章说的，主人交给每一个人不同，我们在座的也一样，每个人领受不同，而且你在不同的阶段的时候，你领受不同。
今天的年轻人常常说，我们不可能靠薪水来买房了。今天年轻人常常这么讲，我自己看一看也真的嘞。像我们那个时代，我们那个时代也不过才30-40年前，也莫名其妙在那样跟着人家的教导之下这样走，竟然会有房子住。可是今天的年轻人，若照他今天所领的薪水哈，那要来付贷款这个真的是一个大功课。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年龄，我们领受到的都有。可是呢，我们都必须要交账。我们可能不能够用另外一个世代、另外一个阶段的方式去经营。但是我们在今天这个时代，你如何从你所领受的来经营呢？有的人2000，有的人5000，有的人每一次所领受的不同。那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来经营这些？最重要，有一天我们要交账。交账就是要交代，我领了这么多，然后我如何经营它，让它发挥效果出来。所以呢，领了这个恩赐以后，主耶稣说，这位造物主给我们机会，他所期待的每一个管家是忠心又有见识。和合本的翻译说又有见识，和修本把它翻译成精明。有见识就是有尝试、有看法，你很精明，会知道怎么样去做。然后呢，要忠心。很多人很精明、很有见识，但是他不忠心，所以他会想尽办法为自己增肥。明明出国免税烟2条可以买到1万条，这是很特别。这不知道那么多烟到底要怎么样抽啊？当然不是自己抽，而且我又不抽烟。就像我们当兵的弟兄都知道，我们在当兵的时候，那个香烟不是进口，那香烟叫什么牌？我不是国光牌嘛，我忘了什么牌。但是呢，我们不抽烟，然后呢，小兵就拜拜啊，不你也扣打和我了哈，就这样，对不对？因为你不抽烟嘛，那当然一方面你就很挣扎了。那基督徒那个时候的基督徒以为不能抽烟，我那时候40年前以为基督徒不能抽烟，那你基督徒你自己不抽烟，你还把烟给人家，那不怪怪的吗？自己不抽烟还害人家，可是你又要做关系，对不对？因为那小兵比你还厉害啊，小兵真的比你还厉害啊！在当兵的弟兄姐妹都知道，你只要把班长对待他对好了那你排长就轻松了。那个班长就把全连100个兵都带得很好，所以好吧，那我不抽烟，你可以不买，但是你也可以买了，就是给人家，钱也他付一个人明明就是1条烟2条烟，为什么可以买到3000条1万条？这是忠心的问题。人不容易忠心，对你所领受的不容易，人比较容易有见识、有尝试、有方法、有技巧、有精明能干。但是人不容易忠心，因为他后面主耶稣说了什么叫忠心？按时间，照着你所领受的量，然后你要分派工作，这个叫忠心。就是你知道你有一个规矩可循，但是人的心何其诡诈，就像耶利米书说的，我们想康想胖，就把我们的忠心糟蹋了，很可惜啊。人原本是一个忠心，应该是在自己的生命中间很忠心的去经营。所以主耶稣说，我们成为一个管家，领受那么多的恩赐，那么多的机会、生命，我们很重要是要在忠心的这个功课上来回应我们的主人。所以呢，当我们要说到奉献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奉献不是香油钱，这是弟子的一点心意，请神明笑纳你奉献的时候不是这样。它不是乐捐是因为有需要我就乐捐，也不是善款做好事，不是。奉献就是一个交账。每一次当我们奉献的时候，就是跟我们的主人说，我交代这些在你面前这也是为什么哥林多后书4章7节会这么说：预备来，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所有的有哪一个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他告诉我们，生命中间每一项，你的能力，包括你所上课、你的学历，包括你操练起来的经历，哪一项不是领受的？说
我今天可以跑21公里，跑半马，是我自己练习来的，谁给我的？对不对？我们可以参加半马，参加全马，谁给你有那个能力？是你自己要去操练起来的。但是保罗特别提醒我，你为什么可以去操练这个功课？不是你自己有能力，上帝借了好多方式，不管是让你有什么样的一个醒悟，让你有什么样的伙伴，让你有什么样的一个金牌的吸引力，各种的方式，让你愿意去操练自己。每天早上5点半去跑个1个钟头，回来冲一冲，再去上班，让你愿意做这种操练。连这种操练都是领受的。如果所有都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一个管家不会夸口说这是我的，因为他知道这是老板的，这是老板的。老板给我什么？老板给我这些机会，老板给我生命，我的老板给我生命，所以我的生命受造奇妙可畏。老板给我生命，给我呼吸，给我这个时候能够在这边一起敬拜。老板给我才干，给我能力，真的感谢上帝，让我能够站在这个地方讲话。在我国3以前我家爸爸妈妈还以为我是自闭症。我们家的亲人阿哥阿姑来一起说呢，我们家孩子都要出来，对不对？孩子都要出来，那爸爸妈妈就这样叫姑丈，这叫姑公，对不对？你小时候碰过吗？长辈来了，然后爸爸妈妈就叫你出来。我们8个孩子都要出来，只有1个可以不出来。许成道你可以不出来，为什么？因为这自闭不讲话的，所以其他人他出来也站那边不会叫。所以出来7个都会叫姑公阿姨一下，那个不要理他了，不要理他。国3 15岁以前，我们家以为我不讲话的，他们都没办法想象说，竟然有一天他站在讲台上在讲道。上帝到底给你什么恩赐？不知道。他怎么样给你开发？不知道。但是他真的给你才干，他真的给你才干。你如何去运用这些恩赐来服务教会，来服务社会？第3个，当我们在说到管家，第3个，上帝给我们太多的资源，这个地球有太多的资源了，让我们来管理这个资源，管理经营这个资源，让它发挥生命的吸收、领受，让生命成长、享受恩典。但是呢，有一个很快的速度，人类的几千年把这些资源变成全部都把它金钱化。原本以物易物，这个不久前才几百年前还会看到有以物易物的时候，但是后来全部变钱了，对不对？而且不只是钱还变成什么？现在根本很多人看不到钱了，只要把手机拿出来，把你的卡片拿出来，都在那边成为一个符号，钱成为一个符号。所以呢，说到管家，说到管理这个资源、管理物资的时候，管理钱财的时候，对基督徒就跑出了一个所谓的11奉献。这11奉献特别奇怪，怎么会11奉献？这次讲到我看一看，我发觉圣经没有说11奉献，连旧约不是这么讲我们等一下看看圣经怎么说所以马丁路德才告诉我们，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不止你理性相信耶稣基督，你的生命还要信靠耶稣基督，要靠他。然后呢，你必须要在你的支票 check 钉上面还要放手他说，生命的改变有这3个向度那才叫做相信耶稣，才叫相信耶稣。也说如果在金钱、在财务上放不了手不叫做相信耶稣。那这个到底这个放手是什么意思？因此呢，我们从管家交账进入了奉献以后，我们就来看看11是什么样的。主耶稣告诉我们，特别提醒我们，这个忠心精明的管家是能够善用金钱来服侍上帝。英文的圣经告诉我们，你不能够服侍上帝和马门。所以有一个老师就说，但是呢，你可以借着马门来服侍上帝。上帝给你才能，可你经营，给你一个企业，给你赚很多钱，但是你可以借着这个来服侍上帝。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是在，如果照时间来算的话，大概是3300年前那个时候有所谓的11出现。
但是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写11，比摩西更早有2个地方，一个是创世纪14章18节到20节，那个时候有一个战争，所谓4个王跟5个王的战争。在这种战争中间，亚伯拉罕的家族是一个游牧民族，被人家牵拖在里面了。他的侄子罗德不小心在这个战争中间被俘虏走了，所以他一听到这个消息，半夜起来，马上把他家那些可以打仗的壮丁300多个全部叫起来，然后就去打了胜仗，还把侄子救回来。不止打胜仗，还俘虏了很多东西。圣经创世纪14章写这一段，当他回来的时候，回来在沙维谷这个山谷的地方，在沙维谷这个地方有撒冷王麦基洗德载着饼跟酒出来，他是至高上帝的祭司。今天这段还是一个非常难解的谜，为什么叫做麦基洗德带着这个饼跟酒出来是至高上帝的祭司？因为这是在摩西之前400年，还没有祭司，还没有11奉献的时候，亚伯拉罕就把1/10拿出来给他，给这个麦基洗德。这是我们圣经看到的第一个1/10。第二个1/10是在亚伯拉罕的孙子，叫做你还是雅各，叫做雅各。他在伯特利的时候做梦，看到有天使在那边上上下下，他立了一个石头，在那个地方跟上帝祷告：你所赐给我的，我要1/10献给你。为什么跑出这个1/10？这是在摩西之前至少400年。为什么那个时候会跑出这1/10？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看今天的经文是1/10吗？刚刚已经读过了哈，《申命记》14章22节，一直到了我们到23节的时候，说每一年你要取1/10，每一年取1/10。这个1/10要做什么呢？在敬畏耶和华的时候，我们来使用。以我们今天来说，就是每一次的敬拜欢庆，每一次的事工，每一次我们的聚集，每一次的灵修会，或者说像我们昨天有袋鼠爸妈他们的毕竟等等这些的聚会中间，还有我们的爱宴。我们因为教育馆现在在新建，没办法，然后我们每个礼拜中午都希望大家弟兄姐妹可以留下来，聚完会敬拜完以后，我们有一个爱宴，就像2000年前教会刚开始的时候一样，弟兄姐妹领受使徒的教导，彼此擘饼分享爱宴，互相关怀代祷，这是教会弟兄姐妹在一起的功课。敬拜、欢庆、领受爱宴，这是1/10。然后为了这样的一个敬拜，你看背后有多少事情。我们看到这个 PPT， 那我们可以体会得到后面有多少人在做这个 PPT。单单为了这个单枪可以投射出来，这个机器从35万变成18万，每个时代都不同。哇！我单单看一个这样，竟然要那么多钱啊！每一次的敬拜竟然要花那么多啊！所以每一次长执会听到说这个机器因为会衰减了，然后越来越不清楚了，要换不换？长执会、小会单单为了一个机器要换不换，要讨论好久啊！一方面要做忠心的管家，因为这时候都是弟兄姐妹奉献的钱；另外一方面又要让敬拜大家能够有领受，不要看的东西模模糊糊的，那就失去了我们奉献、我们敬拜1/10最重要，去经历到上帝在我们中间这样的一个欢庆。所以这些功课都让我们发现，原来1/10的奉献在跟我们的整个教会的事工都有关系，好像在经常费里面一样。但是呢，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我们刚刚看的经文一样是《申命记》14章，你有没有发现28节他说，每3年的最后1年，也就是说第一年1/10，第二年1/10，第3年除了1/10，还要多一个1/10，对不对？每3年就要2/10了。那这样的话，平均起来1年是10%吗？1年平均起来是13.3%呢，连生命记都不是1/10了。如果要这样算起来的话，是13%。
也就是说，每一次的奉献我是13%，是1/13%，13%，这才叫11奉献。也就是说，11不是在那个数字比例。原来每3年的一次，要把那个奉献针对全职侍奉的人员，针对特殊境况关怀孤儿寡妇需要的这些，除了跟敬拜、跟聚会、跟活动以外的这些的需要。所以如果看《申命记》14章，提醒我们，原来11奉献的意义，竟然不是在那个数字，还有2方面。一方面我们在说的 service， 礼拜天做礼拜我们叫 Sunday service， 然后 service 服务，还有另外一个叫做 social service， 就是社会的关心，我们的一些需要者的关心，这是服事敬拜的2方面意义。敬拜有一方面就是在礼拜天所有的聚会、所有的活动，这些我们叫做 Sunday service。另外一个叫做 social service， 就很多的需要上面关怀的事工等等向外的拓展，这些才是我们在奉献上所要用的。因此，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最后就来提到，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的观念里面，这样的话，希望你的11能够破掉啊，因为到了新约就没有11啦。耶稣虽然引用11，但是他常常提醒我们，所领受的全部都是来自上帝，如何来回应他。在教会里面，我们会看得到比较多的就是11奉献、感恩奉献跟主日奉献。11奉献因为社会的变迁，所以我们现在很多教会就给它改成叫做约定奉献，也就是说每个月有一次我定期的，就好像我领薪水一样。那这样说到11奉献，说到约定奉献，就会跑出来了。有一些年轻人就会问了，我就听到人家讨论，那这个是领到的钱全部都算呢，还是我扣掉一些基本的费用呢？好，然后呢，到年底拿奖金要1/10奉献吗？我这个房子卖了以后多了一些钱，这个要1/10奉献吗？我爸爸妈妈帮我买了几张股票，然后到年底的时候，他的股利要1/10吗？我说，你先把1/10破掉哈，先解除了1/10的魔咒，你再来看你所领受的这些怎么样来做回应。所以在教会里面，我就不再解释1/10了哈，有需要我们下次再。这1/10其实事实上，如果我们从整个的历史来看，它在那个时代有一些提醒，让我们有一个规矩可循，帮助我们。在教会里面呢，我们会看到有所谓什么叫主日奉献。等一下我们会有奉献袋，那你有主日奉献。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读幼稚园，在新店教会，礼拜天早上要去做礼拜，我的阿公，然后他就给我们一个铜板，那个要干什么？要奉献。那时候才2岁3岁哈，就拿一个铜板，那时候还有1毛2毛的，1毛2毛哦，1毛2毛。然后，但是我记得阿公跟我讲一句话，奉献的时候要说，拢是你所想事的，不是说我奉献给你哦，不是奉献的时候说这是要奉献给天父上帝，不是，是说这都是你所赏赐的。我长大了以后到重新教会，那个奉献该我妈妈给我了，一样。来，等下主理我要奉献，拢是你所想事的。也就是说，主日奉献，当奉献袋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不管你拿的是100块的一张、500块的一张，还是50块的一个铜板，你用什么的心情主日奉献？我们刚刚提到的主日是什么？你创造这个生命奇妙可畏，这个性命真奇妙。有当时啊臃肿遭肿，有当时啊软弱永要死，对不对？有时候你发觉你自己好像意气风发，什么事情你都可以做。有时候你发觉跟蚂蚁差不多，人家稍微用一点力量你就完蛋了。有时候你发觉你所建立起来的那个事业或那 SOP 看起来大家都羡慕，有时候发觉昨天做的都放屁，一点用都没有。生命怎么会这么样的奇妙？所以每一次主日的时候，我们来敬拜上帝，都跟上帝讲：你到底是谁呀？你创造我干什么啊？你今天让我来更亲近你，让我能够更认识你，更知道我到底领受了什么恩典。
所以当主日奉献的时候，一切都是你所赐的，不是在说我给你什么，不是说我奉献什么。我阿公、我妈妈就跟我讲，要奉献时，这拢是你想数的，一切拢是你想数，就这样，才1毛钱呐、你给我1毛钱，然后我再还你1毛，不是，就是这样。从小，这叫主日奉献。所以主日奉献的时候，不管你奉献多少，你至少要把这句话跟天父上帝说：谢谢你，一切都是你所赏赐的。所以呢，我们在不同的节日，我生日的时候，或是说阿公阿嬷生日的时候，或母亲节的时候、父亲节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些特别的感恩的奉献。为了生命中间有一些节期、一些特别的情境，我们有感恩奉献，或者是说，刚刚好有什么样的需要，或者刚刚好我们车子换了一辆新车，但是为了这个感恩奉献，这个是你自己特别生命中间的一些感受，然后回过头来才是所谓的约定奉献、11奉献。从开始领零用钱开始，当我们一个月拿200块钱的零用钱的时候，学习从20块钱开始，从零用钱哦。然后有人就跟我说：“牧师，这样教孩子不好吧？这是我给他的呢，我再给你200块，你叫他奉献20块。”我说：“可以，你可以跟孩子这样讲，说这是我给你的零用钱，你不用奉献。但是你要试着回去跟上帝讨论看看啊。”我个人是觉得，你给孩子的零用钱一样，让他知道他领受的一切，试着从1/10开始，因为这一切都是你所给我的。这是为什么保罗会告诉我们，刚刚我们所读的第2段经文，当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上帝给我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上帝会要求你更多去好好使用他给你的恩典。他发现你是一个好管家，忠心的管家，你会用这些，他就会给你更多，他会给你更多，会给你。我碰到一个同工，他说他领受的真的会怕，他跟上帝说：“拜托不要那么多，我受不了，我没办法。”但是没办法，上帝就是交代他那么多，交代更多。他常常祷告说：“上帝到这边就好了，不要再来了。你再来，我真的是没闲、没时间、没法度、没摘掉。”如果你忠心在上帝面前，照着你的心意，而且没有勉强，那种勉强不是说勉强了我就不去奉献，而是我已经心意已定，我心意已定，我就不会被其他的因素来勉强我，来让我为难。他说的勉强是这个意思，原本的意思是这样不是说我3心2意那种勉强，不是，是我心意已定。1个月3000、5000、2万、5万，就是这样。我心意已定，因为什么？因为我1个月领9万我当然要9000或9000或1万我心意已定那我就不会受其他的影响。这个叫做不勉强、不为难，而不是说在那边考虑，这个月比较为难，那先5000好了，好，下个月再回来13000，不是这个意思心意已定，那你就不会被其他为难，被其他勉强。你就发现上帝就要求你管理更多，他托付你更多。为什么？因为有太多事情要做，有太多善事要行了，有太多需要在我们的周遭了。所以如果这样，我们就会知道，在今天我们说11奉献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用甘心乐意。你就会发现11不要被他约束住了，对不对？不要被他拘谨住了，要享受奉献的喜乐。然后呢，11奉献会让你成全更多的美事善事，并且培养自己的生命，能够分享，让你的才能成为一个更忠心、更有见识的管家。最重要的，到最后会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是上帝所喜欢。1/10是0.1，真正的奉献是从0.1到1.0，不是眼药水，是1.0从0.1到1.0。让我们从11开始，然后你会享受到1.0，上帝给你那么多全然委身、全然奉献的一种喜乐。如果生命是一个奥秘，那么你怎么想奉献这件事情呢？生命真的是一个奥秘我常常想，
常想，如果今天讲好几次了哈，虽然说常常人家提醒我不要讲这个，可是我觉得这个还是可以分享。如果上帝说2019年7月28号许神到，对，就是今天，来我这边第3个生日到了，那你想想看，对我来说，在这世界上有什么？有什么？许神道名下的有什么？有什么意义？最重要的意义是我在上帝面前那个第3个生日快不快乐，对不对？你以为我在这个地面上没什么东西，那我就这么潇洒可以放手吗？没有啊，还2个儿子还没结婚呢。然后那许成道名下还有一个在新店还有一个房子啊，我拿公安爸爸老卵，我还有这些啊，我还有房贷啊，我还有一个舍不掉的舍不得的太太啊，还有这些啊，你以为什么都没有牵绊吗？但是生命极其奥秘，你如何成为一个管理这个生命的管家？在生命的管理，在恩赐的管理，在钱财，在所有物资的管理上面，来回应，来经历到这上帝给你全部，所有的都是他给你，然后你怎么样，所有的跟他交代说，一样来，我们朝着这个目标一起努力哈。好，所以这说的3P，你有什么特别的经验，或是在11约定上，你有没有什么困扰吗？跟上帝求，让他没有这些困扰。让你能够成为一个自由的管家，生命中间真的是自由管理的管家。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是我们的阿爸，是我们的父，你赐给我们一切，这实在非常奥秘。但是我们常常担心这个，担心那个。我们要求主耶稣将真实的平安降落在我们中间，我们要求圣灵无时无刻陪伴我们，让我们的心仰望主，看到自己生命所领受的一切是有你非常奇妙的心意。求主也赐给我们智慧，给我们能力，给我们忠心，成为你好的管家，在奉献上面享受喜乐。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各位弟兄姐妹，这时候我要邀请大家一同站立，我们用这首《主我献上生命给你》的诗歌来成为我们对上帝的回应。将自己完全献上，毫无保留放在你的脚前，所有的悔恨，一切的称赞，无论苦与乐，都交托给你。过去的事，将来的事，还有那没有实现的梦想，我所有希望，我所有计划，全人和全心都交托给你。主，献上生命给你，用我一切精力来荣耀你生命。主，我献上一生给你，愿我赞美升起，能成为馨香火祭。我献上生命给主，我献上生命给你，用我一切精力来荣耀你生命。主，我献上一生给你，愿我赞美升起，
成为馨香火祭。我献上生命给你。会众请坐。接下来感恩奉献。你的恩典每天够我用，总有困难也不会逃避。有你与我一起，我还惧怕什么？赐我勇气去改变自己。哦，耶稣，耶稣，耶稣，奉献一生，只因最爱是你。为了你，我愿将一切抛弃。耶稣，我要得着你，你的恩典每天够我用，总有困难也不会逃避。有你与我一起，我还惧怕什么？赐我勇气去改变自己。哦，耶稣，耶稣，耶稣，奉献一生，只因最爱是你。为了你，我愿将一切抛弃。耶稣，请起立。我要得着你。哦，耶稣，耶稣，耶稣，奉献一生，只因最爱是你。为了你，我愿将一切抛弃。耶稣，我要得着你。我已决定，我一生最爱是你。感谢天父上帝赐下教会，让我们能够每个礼拜在灵性里面彼此分享交谊，得着满足，而且跟弟兄姐妹一起敬拜，更让我们能够因着你所加添给我们的爱心，愿意在分享、在奉献中学习敬畏主。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相通扶持、安慰医治，与你们同在，从今日直到永远。阿们。请坐。主，我献上生命给你，用我一切精力来荣耀你生命。主，我献上一生给你，愿我赞美神奇，能成为馨香火祭。我献上生命给主，我献上生命给你，用我一切精力来荣耀你生命。主，我献上一生给你，愿我赞美神奇，能成为馨香
献上生命给你。
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这是咱马鼻版心来吟诗，好，请咱掀开圣诗16首，咱着对主唱歌。请掀开圣诗16首，咱着对主唱歌。咱先做伙来读歌词吼。第一节，请，咱着对主唱歌，快乐吟诗来学乐，唱出疼痛诗歌，学乐主每日新创造，上主奇妙创造，星辰日头甲大海，伊看所做是好，万有极水极美丽，各和谐。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欢喜对主唱歌，哈利路亚！咱着对主感谢，快乐吟诗来尊崇，表现信心甲疼，万有对主所得希望，一切受造万有，称赞主上极伟大。咱学乐主吟诗。为伊祝福可爱世界，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欢喜对主唱歌，哈利路亚！好，咱要来吟诗啊！咱着对主唱歌。快乐吟诗来学乐，唱出疼痛诗歌，学乐主每日新创造，上主奇妙创造，星辰日头甲大海，伊看所做是好，万有极美丽个和谐。唱歌，哈利路亚！咱着对主感谢，快乐吟诗来尊崇，表现信心甲疼，万有对主所得希望，一切受造万有，称赞上主极伟大。咱学乐主吟诗，为伊祝福可爱世界。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欢喜对主唱歌，哈利路亚。唱歌，哈利路亚！欢喜对主唱歌，哈利路亚！好，咱来唱圣诗380首。甘心的奉献，咱先来读歌词。好，请甘心的奉献，主我愿意，乐意的奉献，主所欢喜，主疼极大无比，我愿一生为你奉献一切所有，报答我主。好，这首诗歌敢若一节的歌词，咱要来唱2遍。甘心的奉献，主我愿意，乐意的奉献，主所欢喜，主疼极大无比，我愿一生为你奉献
你的奉献，主所欢喜，主听极大无比，我愿一生为你奉献一切所有，报答我主。同心阿门，阿门。好，咱信息念到这，请咱备办心来敬拜。咱要开始今日的礼拜，请走甲。上帝啊，你的慈爱怎样才宝贝啊？世间人秘伫你是果的知音下，因要因为你的厝的好米得到饱足，你也要因予因，你也要互因啉你快乐的河水，因为活命的源头在伫你遐，伫你的光，我要看见光。最近人民信息16首。咱就对主唱歌，吟全首，咱请起立。咱就对主唱歌，快乐吟诗来学乐，唱出听童诗歌，学乐就有美丽。心创造，上主奇妙创造，真心日头甲大海，看这是好，万物极美的歌海。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欢喜对主唱歌，哈利路亚。咱着对主感谢，快乐吟诗来尊重，表现信心甲听。
咱做阵阿头祈祷。天父爸爸上帝，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大主宰，你掌管万物，天顶地下拢是你所有。你是早天地，现在天地也永远天地的主。你讲有就有，你的命令徛在。你互日邦的计划拢伫空空，互正百姓所想的拢无效。独独你的计划永远徛在，你的心所想要做的到万世代。创造天地主啊，这个天要讲起你的荣光，天地要背用你手所做的。你的话要到四国，你的裁判要到地极，宇宙万物拢要向你磕头敬拜。阿爸，上帝，阮感谢你，求你用主耶稣的宝血来掠看阮，将主耶稣基督的宝血甲十字架放伫阮甲黑暗权势中间，做阮的中保，做阮的保护。我们将家己献上予你，独独要甲你相交陪，求你赏赐属灵的智慧，互阮甲你相交陪、相拄，知影你的旨意。阮有时会拄着迷惑，有时会拄着困难，阮有时会软正，求你帮助阮、看顾阮。阮为了阮教会伫后来的这个时阵，有国内、国外的地选的这个服侍来祈祷。感谢你，感谢主，你对这服侍同工的装备，互因会当有这个负担，求你纪念。尤其这少年人，求你互因伫讲话、伫行为、伫仁爱、伫信。伫清气，拢有你满满的祝福，要做新的人的模样，也互阮伫即个服侍内面，会讲得到人那讨喜的荣光你的名。因后主，阮教会的教官的起造，即摆已经来到使用执照的申请。阮也有景观的工程，阮有内部的装潢要做，中间特别也有头前的即个广场的施作。求你互阮的即个申请会当顺利，也保护阮施工的即个工人出入拢会当平安。啊，特别请你特别保守阮的厝边，因即个起造的时间，因有侪的不便，有侪有交叉着。求你安慰，求你保护，求你看顾。也请你互阮大家伫即个施工的馆顶，拢会当献上阮的祈祷，嘛献上阮的奉献，会当侪来出力。你是医治的主，我们为着心灵忧伤、身体有病痛的兄弟来祈祷，求你来保守，也伫为着阮旅游伫外口、伫厝的，还是空客馆顶的需要，无法度来到阮中间的兄弟来祈祷，求你同时嘛看顾。感谢你带领阮会今日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要来敬拜你，求你刺擦阮教会科牧师的心，互伊要传讲的信息。互伊讲的，甲阮听的，拢会当得到利益。感谢你用宝血来看阮，洗净阮的罪。阮要献上，阮会今日的聚会为头甲尾，请你甲阮三甲天地。咱答应主，假使咱的祈祷文，咱做阵来祈祷。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即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会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狱，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所有，代代无尽。阿门。或者咱们用主新的诫命来告别咱的信仰，得到真心、真性、真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诫是大的，也是头一个。第二个，甲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诫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分头。我用新的诫命，互你，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按你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你是我的学生。请坐。来读启恩文，启恩文应该是伫圣诗24篇，诗篇100篇，诗篇100篇，我来启，大家来用。全地啊，着对上主欢呼，
欢欢喜喜，就唱赞美的诗歌来到伊面前，就知伊创造咱属伊。就用感谢进入伊圣殿的门，就感谢伊，称赞伊的名。伊的主爱永远存在。或者我来共读圣经。将圣经记载两个所在，第一个所在是《申命记》14章20到29节。圣经规约《申命记》14章20到29节，安尼记载：22节，你就将你野种所出产的，就是你的田园当年所出的10分抽1分。你的五穀油酒油10分的1分，甲牛羊头水生的，你就食伊伫耶和华你上帝面前，就是伊所要敬来安置伊的名的所在，互你学习常常敬畏耶和华你的上帝。当耶和华你的上帝赐福你的时，耶和华你的上帝所要敬安置伊的名的所在，若离开你太远，迄条路太长，直到你袂会带遮的米到遐，你就通换银，将银包起来，捏伫你的手内，去耶和华你的上帝所要敬的所在，你就用遮的银，照心所爱买伊。也是牛，也是羊，也是酒，也是高酒。既然你的心所喜爱的，伫遐甲你的家眷，伫耶和华你上帝面前食来欢喜。伫你门内的利未人，你毋通放散伊，因为伊伫恁中间无分无业。逐摆到3年满，你就将迄年的土产。10分抽1分，放伫你的门内，因为利未人伫恁中间无分无业，伊甲厝外人以及孤儿寡妇，伫恁门内，伫踮伫恁门内的，拢通来食到饱，直到耶和华你的上帝伫你所做一切事赐福你。第二所在，哥林多后书9章第6节。到第9节，第6节，若是我讲少种的少收，济种的济收，逐人照伊心内所有定着的，无得烦恼，无得勉强，因为欢喜提出的，上帝听伊，佮上帝会互逐项的恩典充满到伫恁，互恁凡事常常充足，通行遮的好事。有够满满，照所记载讲，伊有大施舍，伊有真济双向人，伊的义永永甜甜。愿上帝的话刻掉伫咱的心，成做咱的帮赞。多谢赞美，咱着对主唱歌，甘心的奉献咱请本堂圣歌队。
注听极大无比，我愿献一生为你，奉献一切所有报答我主。注听极大无比，我愿献一生为你，奉献一切所有报答我主。讲到11奉献，咱请柯牧师。我新歌队带咱最近敬拜欧罗的诗歌，嘛是咱等下讲座了后要入个圣诗380首。我伫选这首歌的时阵哦，我感觉想无吼，就是这个英文的作词的作者，伊为什么用这个讲奉献吼？咱中文至少咱会当了解，奉就是侍奉嘛吼，听出来，啊献就是交互人。迄奉献这两字，咱看有奉献这两字，来用英文来讲的吼，讲 offering 就是供给啦。学生要去上课，摕学费，古早叫做注销，对吧？吼，摕肉条啦，摕米啦，摕啥，去互老师，啊，这叫做 offering， 你摕出来，来同款，囡仔会趁钱啊，啊，即摆摕互爸母，同款，你 offering 供养，还是讲咱咧讲到一寡迄落信徒吼，啊，什么师傅啦啥。供养，迄叫 offering， 英文叫 offering， 380首。咱看圣诗380首，拄啊，咱所听圣歌对念的，咱等下咱念的先看。伊英文伊讲甘心的奉献，伊毋是讲 offering 的，伊讲啥？伊讲啥？咱就看到圣诗咯，咱先看卖380首。伊讲啊，我毋知，咱英文老师甲咱讲，伊讲啥物？伊讲。surrender， 什么叫 surrender？surrender 是啥？是投降啊！投降啊，降服啊 ，fully surrender， 意思是奉献是什么意思？就是我完全投降伫上帝面前，安叫奉献啦。你完全降服、投降伫上帝面前，安尼叫做奉献，毋是讲我今仔日吼。特别准备心，我今仔日要做礼拜，我搁摕一张吼特别新的奉献，啊，放喺奉献底啊，啊，准备好势来 offering， 敢若束烧吼，敢若来互老师，啊，敢若互教会，毋是呢，我咧选这首圣诗的时候，我看380首，伊为什么讲奉献叫做投降？为什么奉献叫做降服？咱今仔日要做紧，就是即个功课。顶礼拜咱有讲，若要讲奉献，就爱先知影咱生命的定位，叫做管家。若无先按管家即个角度切入，咱的奉献就甲弟子的一点心意，请神明笑纳，甲迄个香油钱共款，也是甲做好事、做善款共款。若无对管家的角度，咱无法度了解。圣经咧讲的奉献，为什么叫做投降，叫做降服？咱特别感谢主，互咱过去啊，即个月伫咧福音队顶头，咱要来看一个底片吼。咱看到这个，咱有去家己报地新闻，伫迄个所在，咱已经6年啊。伫即个所在，新闻国小的对面就是新闻教会。对新闻，咱可能无啥有人有概念印象。迄个所在真细，规个学校1年到6年合起来，总共才101个学生来尔。所以每一个年级10几个学生。伫过去这6年，咱有不只啊侪会同工去迄个所在，教因看因讲故事，陪因读册。然后带因做恁做活动，真重要一个目的。为什么连续做遐侪？咱期待因即摆小学5年、6年，等于过5、6年的时候读大学，可能无读大学无，高中毕业就去台中、去高雄、去台南做工，但是伊愿意拜6礼拜倒转去新闻，一年中间若有一个愿意就好。等咱做6年、8年了后，已经有20岁、21岁囡仔出来，
一拜六礼拜愿意逐礼拜倒转去新闻，和牧师同工，那安尼，迄个拢全是囡仔甲老人的社区，走5万人。啊，若无15岁、18岁以后，拢出去其他的所在上找去做工啊。教会牧师面对的吼，就是小学生啊，甲60、70、80岁的中辈安尼来尔。所以这是为什么咱点点连续做遐多？感谢天父上帝的恩典。2019年，我们继续在建堂建人的意向中，许多同工信徒投入在暑期的福音队营会中间。无论是在嘉义布袋新温教会，或是在我们台北士林借用阳明高中，我们撒下许多福音的种子。8月会有马来西亚短宣、韩国文化宣教体验营，还有在茂林教会彼此的合作交流，这一切都要更开阔我们宣教的眼光。特别感谢上帝，教育馆即将在今年下半年，我们可以来进出使用。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当他给我们一个硬体的礼物时，我们更愿意在宣教软体的事工上有所长进。所以，我们将会在明年看到另外一种宣教福音营的风貌。盼望每一位弟兄姐妹继续在祷告中为教会的宣教来代祷。所以咱唔那干那看到上帝互咱遗体真水的一个礼仪，咱有真侪兄弟姊妹，逐工你看一章的经文，然后抄一节的圣经节。我知影最近这几礼拜真歹抄，因为对利未记进入民数记，你若有抄圣经抄经背人，你就知影一工读迄一章真无好读。尤其看到迄个内容你若有看的人，你阮当到有共款的感觉。写遐的物件足无下时代啊，对无？你讲到祭司的代志，讲到献祭的代志。遐你读有了读袂啥会路，搁较毋免讲伫迄章中间要找一句金句来抄写。但是你继续抄写，你会发现，顶解我有分享过，咱有兄弟姊妹都发现讲哇，终于明白为什么上帝叫一工安尼抄一节，伊会甲伊真正安怎念到阵上帝对伊讲话。对2年前开始，咱有抄写圣经。旧约甲新约，真侪兄弟姊妹参与伫即个中间。迄个抄写写起来是遮尔大张，迄个版面遮尔大，我毋知咱兄弟姊妹你有抄写着无吼？啊，即个咱伫今年，当咱教育馆甲一个阶段的时阵，咱要甲即本圣经吼，要甲搁有影印，然后要甲装订，所以订起来就会遮尔大本吼。目前咱搁有因为人迁徙的关系，搁有8篇旧约，甲8篇新约，搁有机会。如果你若无抄写着，还是你想要搁抄写的，你礼拜煞会当踮咧交台道遐找迄个郭美玲长老，因为咱意思来讲，规个圣经总共66卷，1187章，遐尔多吼。咱即马搁有16章就对啦，16页吼，16章32页会当互人来抄写。所以你若搁有想要抄写，你礼拜煞会当去找郭美玲长老踮咧交台道遐。咱求主帮助咱，毋但干那伫年体，也是伫一寡活动性的事工。其实上要紧的是，你我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咱家己的性命伫即个过程中间，安怎经历上帝？这对我来讲是一个奥妙的秘密。我毋知影对你来讲是甚物款。迄就敢若亲像即2礼拜要讲1/3奉献，要讲奉献。顶礼拜有一个姊妹礼拜煞了后，伊就甲我讲牧师，你咧讲到迄个动线的代志吼，哇！我当时想足久，你会记得我顶礼拜讲动线无？讲一个人，你若钱其实动线钱拢在你的手头拢你家己掌握无，你经营你决定但是你安怎经营伊？美角伫倒位，就是甲你的目睭的距离。那即2个动线伫你的目睭顶头你看到拢全动线来看到拢全钱。
但是你如果若甲囥愈远，啊，搁伫你的掌握内面，你看到世界安怎无共款。上帝互你的材料，互你的机会，互你的钱财，你安怎去运用？毋是伫咧投资遐的部分，是伫即个钱甲你的目睭的距离啦。当你若目睭睏愈近，目睭看到拢敢钱的时阵，即个世界无啥物。但是如果你若睏愈远的时阵，钱也搁伫你的运用、经营、管理的面，啊，搁伫你的手头。但是你看到的世界无共款。有一个姊妹特别写咱的讲，伊等于想足久的吼，我想的比我讲的较侪吼。搁有另外一个兄弟讲，牧师，你讲后礼拜要讲1/10奉献，你不知道现在荷包都缩水吗？奉献都袂歹啊，搁讲1/10。青年人有影，即马青年人趁钱就无简单咧。有人讲我到年底拢爱晓。少官拢是钱先用，后壁点咧甲我扣钱，对无？咱做些刷卡吼，拢后壁才咧扣钱，这实在是一个大课题啦。有影，奉献是一个大课题。中文也是台语叫奉献。伊即2礼拜我发现讲伊的英文，一个叫 offering， 就是我提出来，我拥有遮，我提出来。我这互老师叫束修。和爸母叫做什么金哈，什么金哈，敬孝金哈，摕互教会叫奉献，反正拢是叫做 offering。但是咱等下要念的圣诗380首，讲奉献是啥？是投降啊！为什么用投降这个字 ？surrender 是降服，是投降者，是上帝面前。咱顶礼拜有讲到。10年前这个影片，这是10年前的影片，讲地球是咱的岛，我们的 home。卢贝松所拍的这个片吼，这个片内面当然伊真长，不过我对内面的一句话，顶礼拜甲特别分享讲，伊讲地球是一个真奇妙一个奇了。这个宇宙遐尼侪星球，地球是中间一粒仔囝来尔咧。比这地球大，搁厉害太侪。这个宇宙吼，你啊半暝看到迄顶头的星，逐点啊比地球搁较大。但是这个地球是一个奇迹，因为伫其他遮的星球顶头看袂到，亲像地球有遐尼侪奇妙的物件伫顶动，对无？有水，有生命，有树木，有花草，有南极、北极，有遮尼侪。这个影片内面讲生命人，特别是人类，伊讲我们都不是奇迹啦，根本是一个奥秘，是一个奥秘，是一个秘密。到我即马人佫无法度解释，你我咱的存在，这个秘密到底是啥物？这是这个影片，其实伊想要提醒人，爱倒转来看家己，不管伊是毋是基督徒，不管伊是毋是有基督教信仰。不管伊对上帝明白偌济，但是伊真清楚伫宇宙中间看到你我，咱这个生命实在是真奥秘、奥妙的秘密。如果若对这奥妙的秘密来看的时阵，要表达安怎？原来亲像诗篇139篇，咱看倒边遮最近来读来，我要感谢你，因我受造奇妙，通惊你的所做奇妙，这是我的心。我这个人，我心内深深知影，我不管我对家己有满意无满意，但是我看到我家己的时候，我感觉足奇妙，甚至通惊。因为讲我的存在吼，实在是真特别。有当时啊，敢若亲像会当做一寡代志，成做别人的利益。有当时啊，建立出来 SOP， 大家拢咧地过顶工无效啊，互踢咧边仔去。有当时啊，发现家己安尼足无力感的。讲的话人听无采我做甲老干，互人嫌甲老烂。咱就我头，边仔足侪人咧甲我鼓励讲，敢使你有做迄项代志。你看，敢无发现伊逐工咧行的代志，逐分逐秒咧做的代志，起起落落，真奇妙。毋但敢若奇妙，佫通惊，佫通惊。说这是诗人
在做这个死的时阵，你看到家己的性命，发现这个存在的背后有一个主宰。这个存在不是莫名其妙出来，不是我的爸爸妈妈遐敖，所以甲我生出来。讲坦白话，我的爸爸妈妈根本都唔知影什么代志就生我，对不？是不是？我就走出来。我家己嘛唔知影安怎，我就出来。所以死人最死的人在讲，实在是有一个创造主。这个生命出来的时阵，唔那敢若奇妙，佫通惊。如果人类的生命，咱若有看到这个部分，有体验到这的时阵，就知影有一个主人，有一个头家，伊创造咱要来管理这个世界，亲像创世纪第1章2:80讲。所以咱讲咱诚做管家。顶礼拜咱主要就在讲，咱是一个管家。管家是因为咱有头家，咱家己毋是头家，有一个头家，咱管家有一天，咱就爱用伊来交代。伊互咱逐个人拢无共，互你3间厝，互你2间厝，互你无厝，吼。毋过你有真侪其他的材料，有一日伊来，我互你遮，你到底经营拢安怎？你会讲，我敢若拢无做甚物呢？毋过伫你的后壁走出来一大堆，你带出来，会主理我学生讲有啊。当初伊教我安怎祈祷，当初伊甲我讲着爱1/10奉献，当初伊甲我讲着爱常常感谢主。哦。原来你耶福音的经济，这就是主人来甲你算账。你会发现遐拢走出来，就是管家有一日咱要交代。所以呢，耶稣有讲，那安尼你做管家真重要，就是什么？今仔日你领受遮的哦，有一个头家，有一日伊期待你忠心，阁有见识。和合本台语圣经讲见识，和合本修订版讲精明啦。就是讲，你若没有知识，也要尝试，对吧？有一寡常识，有一寡见识，这款的经验帮助你做忠心的管家。人精明有见识较简单，为什么？你若肯学习，就算无读册，嘛会当变做真有见识、有知识的人，对不？要忠心较困难，因为人一旦有机会管理一寡物件的时阵。本来一个人买2条粉呢，竟然会当买到3000条，买到1万条。哦，这叫做什么？这就是太有见识了啦，太有常识了，太有能力，失掉忠心。无忠心的时阵，当你有能力、有才调、有见识的时阵，迄就害啊。所以耶稣讲管家最重要是安怎？你要忠心，忠心是啥？知影家己生命定位伫倒位。知影伫规个结构中间，我到底是坐伫什么款？若无，就是我会用咱叫做软汤，知影美角伫倒位。咱大部的拢捌做过兵，以前你嘛有即款困扰。做兵的咱拢有分配分对无？对无？有分配迄分叫什么牌？什么牌？煞袂记啊？毋是长寿啦，42天国光啦，吼。国光大部拢有分配，咱无食分的你就你就拢有配分啦因为做兵有配分你安尼做兵的时阵较袂安尼超凡安尼咱无食分的你毋免烦恼，迄就班长就走，拜，你无食分嘛你个扣打互我，你会为难袂？咱家己无食分，感觉食分无好，迄个时阵佫掠做基督徒食分毋对，袂用食分所以，基督徒咱家己无用食分，哪会用叫人食分，对无？所以你就足为难但伊佫讲排互我，因为你用个买分，所以你就毋免靠钱，足俗的啦，足俗的。但是阿兵哥1条分根本就无够，做班长所摆，你1条分根本就无够，所以伊就爱看遐无食分的景点。一人就是1条啊。传令兵嘛是1条，伊佫较牛伊嘛是1条。今仔日竟然讲出国买2条粉，有人用买到3000条，买到1万条，这就是忠心出问题。忠心出问题。今仔日主人来，主耶稣特别讲着忠心，甲你爱有能力、有见识，对无？伊交代你，若安尼时阵，要踮咧倒顶头算数，伊遮顶头特别咧讲着即个3个部分照时间。照你的分量，
不你就爱分派工作，袂用家己拢揽掉的。我则讲甲足清楚，照时间到，因为你是一个管家，有真侪下骹手，还是你是一个主管，还是你一个头家，你家己做老板，互人下班就应该下班，上班的时阵上班，照时间来。然后伊的工作分量，然后伊应该得到的薪水，照安尼来，主人，咱的头家就看你是毋是有安尼来运用，中心伫遮，佫会当符合时代的潮流甲时代的需要。这是主人所讲，咱交代做一个管家爱交代。那安尼这甲方言到底有啥物关系？对无？咱若大家拢是管家，拢爱方言的时阵，拢都爱交代，这甲方言有啥物关系？方言毋是香油钱，咱看到足侪一般来讲这是弟子的一点心意，请神明笑纳香油钱请者，方言毋是乐捐，方言不是善款，毋是做好事，方言拢毋是，方言是交代，那交代时阵都毋是 offering， 方言是 surrender， 是导航啦。意思讲，我全部导航伫你。哥林多后书第4章第7节哥林多后书第4章第7节讲，互你甲人无共款的是啥物？你所有的每一项，多一项毋是领受的，若是领受，若是得到，为什么敢若亲像真夸口讲？无，这是我拼来，这是我家己建立的，这是我安怎？其实伫咱家己建立拍拼的过程，咱拢有发现足侪人的支持甲配合。若无遐个人支持配合，我无可能家己一个人来建立今仔日即款的角色甲成就。所以保罗特别的提醒，咱逐个人拢领受无共，但是咱拢着爱交代，拢着爱交代。所以伫讲到即个交代时阵，咱顶界有讲到。上帝赏赐咱的第一就是性命，遮尔奥妙的性命。拜五暗到昨下晡，咱有12个这年轻的妈妈囡仔拢阁足细汉，咱叫做袋鼠爸爸妈妈。袋鼠爸爸留咧顾囡仔，袋鼠妈妈去避静。拜五暗到昨下晡20点钟，避静就创啥？就尽量无讲话。干那听老师因带你看圣经，家己安静。连毋是拢家己一个人一间厝一个人一个房间啦。有人毋捌家己一个困嘛，看踮咧一个房间内面会有恐惧症毋是啥，毋知要安怎因为你家己一个人规个房间内面就一个床、一个椅仔，一个洗手台安尼就了。毋过着互家己安静落来，想看生命的奇妙甲通惊。即个生命真奇妙，甲上帝关系安怎？因哪甲即个生命交互我？第一个就是生命，这生命同具体就是时间的安排，你安怎管理对无？第二项，伊互你温书摘掉，这个温书摘掉有当时你真学滴去体会这到底是啥。我捌甲大家分享过，15岁以前，阮兜拢掠做我自闭。当阮兜若有长辈来的时阵，爸爸妈妈会叫囡仔出来爱叫嘛，这叫舅公，这叫姨丈对无？8个拢爱出，无啦，敢7个拢爱出，敢1个毋免出。阿多免出，出也袂叫啊！咱明仔见到又敢若这喙点点拍嘛袂叫，莫出。出咧7个拢爱出。我就叫了囡仔就搁入去啊！恁以前捌讲过这无？长辈来，你就爱出来叫。15岁以前读高中以前，掠做这个囡仔自闭袂讲话，所以要读师人以前，阮哥哥姐姐拢讲，这个会讲多。以前细汉阮出来拢咪后壁。即摆讲这个讲道，我读新人医，去以后，你看阮哥哥大我12岁嘛，阮大哥所以天落落来，阮哥哥做一个动调，我根本就免烦恼啥。毋过对读新人医了后，阮大哥若有啥物代志，伊拢会问讲，阿多感觉安怎？伊讲这个以前袂讲话即摆伊讲翻头来问讲安怎？最近咧讨论啥？我的阿祖，我的阿公。来伫咧新店暗天的所在，想讲要来前往，要来甲前来去平安园阮姐姐啦，阮其他就讲，阿多，你去甲大哥讲，因为会当甲大哥讲，就怕剩阿多尔。我讲恁拢比我较大汉，你甲伊讲咧？伊讲我全马你做牧师啊，这
顶摆想象上帝予你什么才调，予你什么能力。尤其是年轻第一场，我咧甲遐年轻的朋友讲，你有当时啊，毋知影你即摆还没有被开发出来，但是你先忠心伫上帝面前，先忠心伫上帝面前，一步一步，你会发现有一日，伊安怎用你，毋是你的成就感，你无什么成就感，通我讲，你敢若是一个导航的人来尔。但是通过你，上帝要做一寡代志，这是叫做 talent 才调运数。上帝予你真侪运数，你免烦恼，就是要来服侍教会、服侍社会。第三就是物质的资源，上帝予咱真侪物质的资源，予咱这个大自然，予咱这个环境，啊，但是咱甲伊变做金钱啦，到尾拢全变做甲伊金钱化，拢变做金钱，啊，这是一个大的功课。所以，若是安尼，咱再讲到1/10的奉献。今仔日咱要来破这个1/10的比例吼，爱甲这个1/10的比例甲讲一个了解。所以咱顶礼拜有特别讲到罗丁马丁提醒咱，当咱相信耶稣的时阵，若踮咧金钱这项，咱会当突破吼，放手，甲这个钱放远远，世界咱才看会开阔。这就是咱交代时阵讲的1/10。那你1/10的奉献到底意思是啥物？咱对圣经来看1/10，真早就走出来这两个数字，但是到即马学者还袂当甲咱讲为什么伫创世纪就走出来？因为1/10的交代是伫摩西对伫上帝遐领受互百姓。亚伯拉罕比摩西较早400年，亚伯拉罕迄阵哪会走出来1/10？迄个时阵有一个战争，迄个混乱4个王甲5个王的战争，一个王吼，敢若部落的酋长啦，伊吼，伊带几十个、几百个家庭，安尼就叫一个王啦。所以4个王甲5个王的战争中间，亚伯拉罕的侄仔罗得，毋拄好去互人掠去。伊半年听到即个消息，甲厝内会当烧一个318个拢叫起来，一了久啊半年，现酒就300外个出去，毋若干那甲即个战争平静，搁甲伊的侄仔救转来了后，得到真侪物件。当伊转来到什么所在？美国沙维古即个山谷的所在，遐4个王5个王伫咧伊亚伯拉罕的条界下面，逐个拢平静啊。伊得到真侪物件。迄个时阵有一个撒冷王，有人讲这是耶路撒冷，但是耶路撒冷迄个时阵的名还无定着。咱来记住吼，以色列定因的首都伫咧耶路撒冷是大逼的时阵，就是即马3000年前的代志。摩西的时阵是3300年前，迄个时阵耶路撒冷还毋是诚做一个人做的都市。亚伯拉罕的时阵是搁较早3700年前的事，所以迄阵一个叫做梅基洗德对伫撒冷迄个所在出来，伊是至关上帝祭司，圣经就是安尼写，无做解释。亚伯兰帮助伊，就将1/10摕出来，放伫伊的面前。圣经第一摆记载1/10是安尼，无讲到甲上帝的奉献。但是讲即个梅基洗德是祭司，但是祭司的制度什么时阵出来？是400年后，摩西，上帝交代摩西，甲伊的阿兄阿伦按立抹油，祭司是对伊就开始。那呢，伫摩西前400年前，亚伯兰所帮着即个祭司，所以圣经常常咧写落讲，伊上顶1700年后，就是咱即摆讲2000年前，耶稣基督，即个象征性，即个当然有人有意见，不过象征性咧甲咱讲，上帝早就备办一个献祭，为了人类的献祭出来。亚伯兰虽然迄阵还毋知影什么。但是伊将1/10摕出来，1/10第一摆出来是伫遐，第二摆出来是伫咧创世纪第28章，亚伯兰的孙叫做雅各，伊有一天暗时困的时阵，望起有天使踮遐起起落落，哇！所以迄天起来了，伊采一块石头，迄个所在叫伯特利，上帝家，伊踮迄个所在甲上帝祈祷，
感谢你固守我要将10分之一献伫你面前。这是第一摆摕到10分之一奉献的理解，伫即个所在传。尾啊，圣经就拢有法摕到遮。但是咱今仔所读的呢，申命记，申命记就是上帝通过摩西甲百姓讲。我今仔日要甲大家做阵看即段经文吼，我足期待你转去搁甲申命记14章搁看一摆，安尼你就袂受到10分之一的束缚。因为我这2礼拜看即段经文，我发现上帝通过摩西甲咱讲，毋是10%呢，毋是10分之一呢。第一段咱看到的吼，14章对23到23，伊讲你着安怎，着爱甲10分之一摕出来，对无？啊，这10分之一是安怎？是因为要敬畏耶和华上帝，伫敬拜、伫欢喜、伫庆祝、伫做事工，大家聚集的时阵，就是做阵敬拜，吟诗学乐了后，佫有爱敬。这所有费用，你讲啊，食迄个饭敢着遐侪钱？敢若像咱今仔做礼拜，敢着遐尼侪钱？咱敢知影中集会、小会吼，旧咧为着即个单枪拍咧即个所在，互咱看清楚吼。迄个旧年底啊，当时我为着即个吼，讨论差不多要1年啊。好，一个45万，过半年降价变35万，过来安怎？中集会是偌谨慎，你知无？这钱拢是兄弟姊妹奉献。要安怎用伫咧刀口上？但是你佫袂用讲无用，为虾米要互大家伫敬拜中间领受到会当甲上帝迄款的3000斤？所以踮咧迄个中间，小会中集会都爱真有智慧，伫同适当的时阵做回应上帝一个决定。所以咱每一摆的敬拜，咱常常讲每一摆的敬拜，会当遐尔啊享受在1点钟中间，无论是诗歌、祈祷、上帝话。其实背后，真侪的人踮咧遐咧陪伴，真侪的奉献伫迄个所在，这就是申命记14章咧讲。所以因会甲牛羊啊是挂稻啊、青菜、菜头、金瓜10分之一摕来甲即个所在，大家做阵礼拜煞，做阵爱宴，过来有一寡都爱变卖伫后壁才使用。为着要后下一摆敬拜中间爱准备足多，毋过有个人吼较远的，我住伫咧加利利，啊若真正要来甲耶路撒冷3天，我烤出来菜头来到遮早就刮去也袂用的啊，要安怎？所以咱拄仔看着有无？伊讲较远的人，你会用摕钱，用换做钱来到遮，才买做咧献的物件。好，拄仔咱读的有即段，这拢是叫做10分之一。10%，但是咱今仔所读的，这就是咱咧讲的哦，就是你会当来到你遮，先换做钱，换做银，啊来到遮，再买做阵敬拜要用遮的费用，互教会，迄阵仔是叫做会务，互祭司做阵来发予遮的。但是走出来第2项吼，28才讲每3年的最后1年，对无？咱拄仔读的吼，咱来看话文，每3年的最后1年。你搁着爱收拾起来，意思讲第1年10分之一，第2年10分之一，第3年是10分之2呢。那安尼平均起来，每1年是13.3%。我愈看奇怪咧，伊标题虽然讲是11奉献，但是咱照摩西所甲咱提醒的，其实是13.3%呢。啊，要做是2大方面。一大方面就是讲的，教会经常哦，咱即摆讲教会啊，3000年前是讲伫咧信徒会务中间，经常逐天有人去献祭，逐礼拜有遐尼多的祭典，遐尼多的交陪，遐尼多的敬拜、吟诗学乐，遐尼多的节目活动，这叫做经常会。佫有一大部分就是啥？就是遮所有服侍利未人伫以色列中间遐个，因无财产。因无做其他的工作，因就是要互所有的敬拜、所有的活动、所有的聚会会当进行的，遮个利未人、甲遐个孤儿、寡妇、出外人会当得到帮助。所以教会的奉献，今仔日倒转来讲，咱的奉献2大部分，若要照申命记甲咱讲的，第一，
破除1/10，唔通受1/10的束缚。第二，伊就是要做一个教会经常会规个时间的运用，甲所有关怀，甲所有对外的关系，即款的路用，这才是奉献的一个意义啦。所以，那你咱上路尾咧，讲到为虾米啊？古早叫1/10，啊，即马叫议定，时代改变，所以咱要弄1/10，有当时啊真歹，当算，所以真侪教会要啊叫做议定。其实即马有教会叫示意，示意奉献。啊，甲咱的教会，咱长老教会即马拢讲用议定，意思讲每个月定时啊定额安尼来奉献咯。但是咱会当看到，咱踮教会中间上大即款的经常会的奉献，就是家庭奉献。感恩奉献、甲主日奉献，什么叫主日奉献？逐摆礼拜咱有奉献茶啊，这叫主日奉献。团契聚会，有当时嘛会有一款奉献茶的团，这叫做奉献。啊，这个奉献为虾米安尼团？细汉的时阵，阮踮咧新店，我会记一下两下，啊礼拜早起要去主日学，啊阮阿公迄阵就阿公吼，啊伊就摕一角互阮。50年前有一角，对无吼？你毋爱甲摕过一角，啊，就摕一角互阮。但是阿公摕互阮咯，阮5、6个囡仔将一角，啊，就要去处理哦。但阮阿公摕互阮时，拢会讲一句话：，这拢是你互阮的。奉献的时阵，阮就爱讲，即摆奉献底下来吼，啊，阮毋是甲上帝讲啊，这是要奉献互你的，毋是要奉献互你，是这拢是你互阮的。你啊，较大汉读小学。我住伫个三林埔迄个读西门国小，啊，中英桥过去，换阮妈妈互阮啊，共款一角，互阮的时阵拢会讲，这是你互阮的。啊，细汉的时阵听无啊，我老互你钱，啊，但是甲即句话背起来，伊妈咧主理我要奉献的时阵，迄个题材就爱讲，这拢是你互阮的。甲谁人讲？甲上帝讲，对细汉开始。就是甲上帝讲，感谢你，这拢是你互阮的，无遐尼简单咯吼。阮阿公开一间细间的柑仔店，阮父的吼，阮父的兄弟姊妹读册时阵，咱小学1年到大学哦，有3个伫小学，2个伫初中，迄阵啊无国中，1个伫高中，2个伫大学。你想看觅8月底9月初要开学，学费爱摕偌济出来？啊，毋过阮阿公甲阮教，就是逐摆，听落去就讲，这拢是你互阮的，这拢是你互阮的，这叫主日奉献。所以当我第一摆摕零用钱的时阵哦，第一摆摕零用钱的时阵，就是讲你一礼拜是1个月有一笔钱啊。以前虽然根本就无啥物，敢若这款钱。第一摆摕零用钱的时阵哦，迄阵高中，啊，所以就开始讲叫做爱1/10的奉献。啊，一个月。200块，讲爱1/10奉献，200块即马少年找一工就无去啊。哦，讲爱1/10奉献，所以就爱摕20块出来，讲叫做，有爸母就讲，迄也毋是你家己趁，但你家己打工趁的钱，才着爱奉献。这是爸母互你的吼，零用钱毋免1/10奉献，即个功课互咱转去家己去收，看你感觉爱免。你要安怎互囡仔学习？所以迄阵啊，200块摕起来，啊，着20块。下一礼拜去20块就爱摕出去，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啦，不管你有家庭奉献啦无，20块就出去，啊，剩180块吼，啊，你才看一个月要安怎用，一个月看咩？这叫迄阵啊，细汉的时阵吼，40年前、40、50年前啊，细汉，这叫家庭奉献。我迄阵啊，敢若学习过一项，当你200块的时阵，你20块摕出去。当你200万的时阵，你20万才摕出去；当你200块的时阵，你20块摕袂出去，上帝都袂交代你200万，就算上帝交代你2000万，迄2000万嘛袂是你的。也就是讲，你毋知影讲这拢是上帝，所以伫1/10的奉献的前一项是啥？这拢是你的。这叫做 surrender， 叫做 surrender， 规个踮咧上帝面前降服，拢是你的，都爱成为即个。所以等下你奉献吼，就迄个奉献底下来时，不管你是准备100块的、50块的、500，不管你准备啥，
有个人会想讲，这红颜落去，也无算伫我的扣税范围，这较少无要紧，我用红颜底下再囥较济，不管你安怎想，望你想看阮阿公讲迄句话，这拢是你的，啊你想看觅，心来看觅，啊若拢是上帝的，我囥伫咧伊的面前，用这个做开始，然后才进入迄个所有的家庭方言。啊，家庭方言了后，咱碰到是大人生日，碰到阮爸爸做期，咱有一个特别的感恩方言，也是安怎特别的日子，阮囡仔要做兵啊，也是安怎？咱有学习一个感恩方言。为什么？因为这拢是你的，这拢是你的，也就是讲伫方言的中间，搁较深去经验到，我哪会领受遐尼多啦？我哪会领受遐尼多？这是方言的意义。所以不管你是1/10夜定，还是感恩，还是主日方言，每一摆方言时阵，想讲我哪会领受遐尼多 ？OK。所以《棍多后书》再找出来一句话，咱拄仔所读的特别，咱甲第8节过来读一摆预备来。我上帝会互逐项的恩典充满伫你，互你凡事常常充足，通行逐项的好事有够满满。来，咱看第8节咯，伊讲着吼，恩典充满伫你，互你凡事。所以意思就是足侪代志顶头，你会去经验到你诚侪别人的帮衬，诚侪人的利益。有当时毋甘啊，有当时想要走，有当时大家要是发现讲凡事足侪代志都有性，过来常常，毋是久久啊才一摆哦，常常你伫足侪好事顶头，三甲成全，三甲参与，会当成全别人，会当成全，毋是家己的成就吼，会当成全别人，迄拢是上帝所欢喜，甲你陪伴。咱领受恩典，这拢是助你的。结果竟然会当常常过来足侪事顶头，互人得到帮助利益。你的性命永远伫主的面前，你的义永远伫主的面前。所以，咱今仔所看的经文提醒咱，保罗咧讲的甘心乐意。为什么甘心乐意？讲较歹势，这拢头家的，根本就毋是我的。我摕着我当然摕喺伊的面前，当然就欢喜甘愿啦。但是伊咧讲甘心乐意的时阵，伊特别咧讲着，讲你都无丢毒无怀疑。拄仔读的圣经吼，特别咧讲着，不要为难，不要勉强。你心内有定着，对无？啊，就无烦恼，无勉强。当我定着，我即摆就已经退休，我敢若靠老年人金，所以我一礼拜敢若用个600块，定着就是600块，毋免烦恼，毋免讲感觉无济。我迄阵啊，一个月20块，20块就是20块啊，对无？定着伫遐，免烦恼，免勉强，毋免勉强，这叫做无勉强无烦恼。毋是讲到底是要20块，还是即礼拜吼较大下要看电影，要即礼拜10块就好，啊后个月我再加10块好无？这叫做烦恼勉强。意思是安尼，是当我定着了后，我就无烦恼无勉强，毋是踮伫咧上帝面前，甲伊踮咧讲10块还是15块还是25块，毋是啊。所以当我心内定着了后，我就甘心乐意。然后你会发现，你幸福伫上帝面前的时阵，成就成全搁较侪美妙的事，互家己伫领受生命顶头，成做一个搁较忠心的管家，然后搁较建设，到上落尾，你会发现你会对0.1就是10%，就是11到1.0，就是100%。你就是这个家庭啊，1/10对你就是毋是束缚啊，毋是束缚啊。你若甲我讲无束，我即摆真正无法度，我敢若5/5，耶稣袂甲你计较，迄是你家己有计较，看你家己有计较。安怎按0.1到1.0，安怎对一个领受的发现，原来拢是上帝。当你发现拢是上帝遐来的时阵，即项人晓悟的时阵，你会发现哦，上帝就拢变你的啊咯。生命实在是一个奥妙的秘密。那安尼，咱安怎来管理？安怎摆列伫上帝面前？
安怎互伊发挥效果出来？安怎互伊效果？所以即礼拜求主帮助咱，会当想看卖，我有时间性命，我有一寡才能才调，特别我有金钱的运用。伫遮顶头，我敢有什款特别的体会？不管叫失忆，还是叫业定，捌困了我，还是我伫即项顶头安怎？敢若亲像迄个阿公甲孙讲的，伫上帝面前讲，这拢是你的，这拢是你的。所以圣诗380首，咱最近看即首，除了伊的歌词真简单，我特别看到即个感动，就是伊英文咧讲 ，fully surrendered， 完全降服伫你面前。伊的英文的歌词讲：主啊，我要完全降服伫你面前。这个是圣诗380首，咱最近来念这首。甘心的奉献，甘心的奉献，主我愿意，用你的奉献，主所愿意。主听极端，主听极端，我愿一生为你，奉献一切，所有报答我主。甘心的奉献，甘心，主我愿意，主我乐意的奉献，主所欢喜，主听极我无比，我愿一生奉献一切。请起立，咱过来念一解。甘心的奉献，甘心的奉献，主我愿意，乐意的奉献，主所愿意，主听的我比，我的亲爱天父，阮感谢你，因为你的手势极其奥妙，你的恩典极其丰富。恳求你圣神帮助阮，互阮会当对你活命的话通好知影，领受这一切，阮的意义伫倒位？要安怎怎样食出一个好的关系，也通好伫你的面前要交代的时阵，阮会当完全的降服，完全的献出。因为这拢是你的，愿你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坐。咱来做甘心的奉献来。奉献的时阵，咱唱献做万岁，我的亲吻献予你。
请起立。看你这边请坐。咱来欢迎报告吼，看毋知有新的朋友来甲咱中港啊无？哦，若是无，咱来关心咱，好来请咱读会见金句吼来。金句记载伫咱献开咱周报的第一面。这礼拜金句是哥林多后书9章7节，我念一摆，大家通摆吼来。哥林多后书9章7节，逐人照伊心内所有定着的目的烦恼目的勉强，因为欢喜提出的，上帝听伊。来，咱做阵来两解。哥林多后书9章7节，逐人照伊心内所有定着的目的烦恼目的勉强，因为欢喜提出的，上帝听伊。哥林多后书9章7节，逐人照伊心内所有定着的目的烦恼目的勉强，因为欢喜提出的，上帝听伊。那当续接，咱来关心咱教会的圣工。各位兄弟姊妹平安，咱做伙来关心本礼拜的事工。后礼拜是圣家纪念主日，嘛是爱家主日。爱家团契会伫第2堂礼拜中服侍。后礼拜举行圣礼典，第2堂有洗礼。以下是目前报名洗礼的兄弟，请代祷。8月丰盛人生会当到招待道还是办公室买？2019甲金句有约进入第3季，也请兄弟踊跃参与。以下是国外服务福音队的时间，请代祷甲奉献。2019服务福音队已经圆满结束，另外这摆福音队定做的 T 恤，各有几领放伫招待道寄卖，一领250块。8月5号，双年团契举行月例会，以下是聚会内容，欢迎踊跃参加。8月7号早起9点半，北中双年事工部为着庆祝父亲节，伫马街病院举行感恩礼拜。8月2号到4号，青少年团契前往柏林教会参加柏林文化体验营。教育馆的景观工程佮内部设备装潢的联合项目，放伫招待道，欢迎兄弟联合。以下是教育馆兴建工程的进度，请代祷佮奉献。请继续为身体欠慢的兄弟姊妹代祷，愿上帝安慰佮医治。接公道，咱请书。
讲到咱圣经抄写，咱规个圣经遐尼高吼，旧约、新约总共66卷，超过1000章。如果你若无参与到，也是讲有想要搁写的吼，咱即摆剩旧约有8个，新约有8个啊。如果你若有兴趣的人，等下刷会当招待到找隔壁林长老。另外就是咱过去这个月有2届的福音队，所以咱拄仔有看到因穿的蓝色T 恤吼，啊不止啊侪兄弟感觉迄袂歹，拄好即届有剩一寡，所以如果你若有意爱的人，请你去2楼办公室，因为遐去涂一个会当的，你就当买本一领，不止啊好穿，尤其是咱会当买回去嘛，诚做咱囡仔因的真好的一个纪念吼。除了伫咱教会。咱们周报所写的这事工，特别是咱教育馆，咱若回想起来，开始讲迄个原来迄个两层楼哦，迄是2016年吼，到即马，伫个2工前、3工前，营造厂已经甲主管单位提出使用执照的申请，所以过来即个过程，就是主管单位来看吼。咱希望即个使用执照即个申请的过程会当顺利，因为摕到使用执照以后，就表示讲咱会当踮遐出入，也是讲开始内面要做一寡内装的啥等等，会当一步一步来进行。所以咱特别为了这项事会当顺利放在祈祷中，咱嘛会当将咱兄弟姊妹家己本身，无论是家庭、个人的性命。也是你家己所伫要排列的祈祷，放伫上帝面前，咱请起立，开咱的心，也开咱的嘴。亲爱的主，我感谢你，你赏赐一切福款，我也感谢你圣神帮助我，通好我知影信赖的功课。所以主，我讲求你这边看顾我每一个兄弟姊妹。然后来到主你面前享受敬拜欢喜，兄弟姊妹大家三个同分，我搁较会当搁一摆，向你的面前主，你交代我遐尼济，我到底有忠心无？我是不是有伫你互我的律例、律法规矩中间来享受这一切？恳求你圣神帮助我，感谢主。亲爱的天父上帝，我感谢你，互我对细汉开始。就领受你最的恩典甲疼，无论是对厝内人、对亲人朋友，一直到阮今仔日会当成做别人的祝福、别人的帮助。阮感谢，特别感谢你赏赐阮，互阮踮树林长老教会这个信仰的大家庭，毋但踮你面前，大家同心敬拜，享受敬拜喜乐，阮也会当互相。来代祷扶持，恳求主你搁一摆，通过圣神因带提醒阮，通互阮会当成做一个忠心的管家，会当伫你所互阮的律法规矩顶头来行伫你甲阮陪伴活命的道路顶头，通好享受主你所互阮一切恩典。我也恳求你特别看顾阮兄弟姊妹，侪人，无论是伫身体健康、心神的忧闷、工作前途的跨路，主啊，恳求你赏赐教育智慧，伫阮的中间，互阮明白你的心意，通行伫迄中间。愿你的慈爱、你的怜悯，拢无离开阮。愿你感谢基督，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上营430首主切天愿，上营结束，请牧师祝祷。主切天愿，主切天愿。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扶持、安慰医治，甲恁大家三个彼得，对即时直到主过来，阿门。这边请坐。伊今日第二场下礼拜到这结束，木道山会。